以自然素材和专属设计打造时尚居家生活的水韵木坊，目前在台南大圆柏6楼新柜登场，特别推出一系列兼具艺术感与机能性的家居产品，并会针对不同客户需求，为其打造专属的特色家具。水韵木坊的话，因为现代人都是比较着重生活品质的一些状况，那我们就是有结合一些艺术，然后整个像我们的产品的话，都会以艺术结合，然后定制个人的需求。除了极具观赏性的艺术家具，水韵木坊也可依照客户需求制作中岛台，并可搭配琉璃台、电磁炉以及可伸缩的岩板餐桌等组合。像这个部分的话，它就是一个琉璃台的部分，那它是有一个伸缩性的功能，不使用的时候可以让它出现。那如果需要使用的话，就可以这样子。然后另外旁边这里有结合一个洗杯器，那杯子就是直接放置上去，然后压制它，然后它就会这样子把它冲洗干净。中岛台它本身可以依照每个人的需求做量身定做，那我们可以搭配像他们的电磁炉啊，或者是一些洗手台呀，或者是像我们的泡茶桌，它的方式都可以结合在一起，可以依照顾客的需求下去做一些选配。那另外我们还有艺术桌的部分，那艺术桌的部分的话，它是本身有用我们独一无二的实木，加上一些树脂的腰的一些搭配，然后结合我们的河流桌的方式去呈现一个艺术的桌子。它不只单单一个看起来像桌子，它也像一幅画一样，呈现一个艺术感。不止家具能客制化，专柜展售的各种餐具，同样也可以依照客户的意思，将 logo 或者是图案印制上去，让你的时尚家居生活永远独一无二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